亚洲头一座全球上大规模的《哈利波特》影城，今仔日东京开幕，电影内底场景拢出现了。目前8月底之前的门票嘛，拢已经卖了咯。 今日霍格华兹学校的大厅，校长邓布利多都徛伫头前迎接你。这都是伫东京开幕《哈利波特》影城，是华纳兄弟公司伫伦敦了后所打造的第2座，也是亚洲上界大的《哈利波特》影城。游客会当伫高高3/4月台跳起伫甲电影内底同款的特快火车，变做霍格华兹学生，行一段哈利波特奇幻的旅程。What's unique here for Tokyo is that we also have added some sets which is not available in London. For instance, we have the moving marble staircase where the guests can also have their portraits taken and become a moving portrait on the walls. 影城内阁有真侪个电影场景，半面惊人的大理石楼梯，而且真正会震动。游客也阁会当翕影片，变做壁顶画框内人会震动相片，来一粒沉浸式体验。其他亲像哈利波特伫困的楼梯骹、真下房间、无需专属的车甲巷加禁忌森林，拢互人大开眼界。而且也阁有机会坐起哩飞天扫帚，参加魁地奇的比赛，甲魔法生物面对面接触。 试食电影内年幼美味的滋味，不过业者表示，疫情了后，全球旅游规个热起来时阵，8月之前的门票拢已经卖了啊。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